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是足惊讲话，上畏死讲话啊。尤其吼唱歌，我搁较无爱。啊？但是吼，即摆时代的变迁，你毋知我即摆变安怎？安怎？我上惊的就是吼，无人叫我讲话，无人叫我唱歌。啊，所以吼，迄经纪人啊打电话给我的时阵，你毋知我第一句问的是啥物物件？啥物物件？时间、地点，重点是这场偌侪钱啊！我有当时啊去迄菜市啊吼，踅街啦、买菜时阵哦，当着我足侪粉丝啊吼，看到我，哎哟，你明显啊哦，吼，我有够爱你的，来，翕一张我上的，翕一张我上的，啊，翕了吼，伊就安尼哦，啊，那奇怪啊，你伫电视顶安尼笑咧咧，笑到二九暝，啊，那即马安尼，毋是我哎呀，即马吼。我是下班的时间呢，啊，我无可能哪唱歌哪伫遮要买菜吧？什么葱啊50啊，青菜700，我咧起笑个，对毋对？啊，而且吼，伫遮唱歌也无钱通赚啊，啊，讲我做要死啊！